各位弟兄姊妹早晨。2025年11月30日主日崇拜正式開始，我哋一齊聽宣召。宣召來自詩篇117章7篇1至2節。萬國啊，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萬族啊，你們要頌讚他，因為他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華的信實傳到永遠。哈利路亞！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咧有宣寫經文，我哋一齊咧去喺當中去反思我哋得罪神、得罪上帝嘅地方。以下係宣寫經文，嚟自詩篇24篇3至4節。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就是手潔心清，意念不向虛妄，起誓不為詭詐的人。我哋一同禱告。親愛的主，我哋過去一星期可能有好多得罪你嘅地方，我哋咧或者咧未盡我哋可以盡嘅本分。我哋都明白咧，我哋過去一星期可能有一啲開心或者咧好喺心情沉重嘅事都會發生過，讓我哋咧都暫時先放低，讓我哋咧去專心喺你嘅殿當中去敬拜你。我哋以上禱告，奉主名求，阿門。我哋一齊去用詩歌敬拜，去讚美我哋嘅上帝。如果弟兄姊妹係可以因為自己身體嘅狀況需要可以嘅，係坐低都可以。一生敬拜，盡力敬拜你，為見你的彰顯，俯伏讓我屈膝你面前。越是敬拜你，越叫我心歡喜，靈裡尋着你的恩光。我要一生一世敬拜恩主，要永永遠遠讚頌我神。以樂雲和感謝獻呈給你，願捉緊你至死也不棄。我要一生一世敬拜恩主，要永永遠遠讚頌我神。仰望你從不倦，愛慕不斷，願此刻敬拜，一生也敬拜，盡力敬拜你，為見你的彰顯，俯伏讓我屈膝你面前。越是敬拜你，越叫我心歡喜，靈裡尋着你的恩光。我要一生一世敬拜恩主，要永永遠遠讚頌我神。以樂雲和感謝獻呈給你，願捉緊你至死也不棄。我要一生一世敬拜恩主，要永永遠遠讚頌我神。仰望你從不倦，愛慕不斷，願此刻敬拜，一生也敬拜。
我要一生一世敬拜恩主，要永永遠遠讚頌我神，以樂雲和感謝獻情給你，願捉緊你至死也不棄。我要一生一世敬拜恩主，要永永遠遠讚頌我神，仰望你從不倦，愛慕不斷，願此刻敬拜，一生也敬拜。仰望你從不倦，愛慕不斷，願此刻敬拜，一生也敬拜。願此刻敬拜，一生也敬拜。神你的權能勝過君主，被創的一切，你掌管於至高處，並沒有知識可比主意念高。你創世以先經已作王，神遠超諸國，勝過一切，奇妙的作為在世上怎可計？造物主豐足，遠超出世人尊貴，你聖潔比諸天美麗。你竟能死，承受我罪，釘十架，流盡血供淚，身心碎，孤單背我罪，捨尊為我，神紀念我，全為我。神你的權能，神你的權能勝過君主，被創的一切，你掌管於至高處，並沒有知識可比主意念高。你創世以先經已作王，神遠超諸國，勝過一切，奇妙的作為在世上怎可計？造物主豐足，遠超出世人尊貴，你聖潔比諸天美麗。你竟能死，承受我罪，釘十架，流盡血供淚，身心碎，孤單背我罪，捨尊為我，神紀念我，全為我。你竟臨世，你竟臨世，承受我罪，釘十架，流盡血供淚，身心碎，孤單背我罪，捨尊為我，神紀念我，全為我。你竟臨世，你竟臨世，承受我罪，釘十架，流盡血供淚，身心碎，孤
擔背我罪，捨尊為我，神紀念我，全為我。弟兄姊妹請坐。我哋而家有一個默想嘅時間。過去你係點樣接觸呢個信仰？接觸呢個無比慈愛嘅上帝？喺聖經入面，耶穌有好多唔同嘅神蹟嘅記錄，無論係血流嘅，無論係被鬼附嘅，無論係瘸腿、癱子嘅，佢哋都好努力去到耶穌面前。佢哋知道呢個係可以醫到佢哋嘅嗰位神，呢個係可以醫好佢哋嘅耶穌。而你點解會當初返嚟去接觸呢個信仰？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神蹟。我在尋找盼望，盼望有一位醫生能治好我，能治好我。碰巧聽到拿撒勒人耶穌正在傳福音給我這等人，我這等人。我在尋找盼望，盼望有一位醫生能治好我，能治好我。碰巧聽到拿撒勒人耶穌正在傳福音給我這等人，我這等人。他叫被擄的得釋放，他叫瞎眼的得看見，他叫受壓制的得自由。我怎可不向主奔跑？我怎可不向主奔跑？他叫被擄的得釋放，他叫瞎眼的得看見，他叫受壓制的得自由。我怎可不向主奔跑？我怎可不向主奔跑？此刻終於穿過人海，觸摸到你的衣襟，你卻轉身找我身影，照我進到你的心坎。此刻終於穿過人海，觸摸到你的膝蓋，你卻轉身找我身影，
照我進到你的心坎。主你甚美麗，主你甚美麗，無人像你愛我認識我，無人像你。主你是我相似，主你是我相似，在每季節尋覓答案，卻尋着你。我在尋找盼望，盼望有一位義神能治好我，能治好我。碰巧聽到拿撒勒人耶穌正在傳福音給我這等人，我這等人。他叫被擄的得釋放，他叫瞎眼的得看見，他叫受壓制的得自由。我怎可不向主奔跑？我怎可不向主奔跑？此刻終於穿過人海，觸摸到你的衣襟，你卻轉身。係啊，係主主動走我嘅身影嘅。你的心坎，此刻終於穿過人海，觸摸到你的衣襟，你卻轉身找我身影，照我進到你的心坎。主你甚美麗，主你甚美麗，無人像你愛我認識我，無人像你。主你是我相似，主你是我相似，在每季節尋覓答案，卻尋着你。主你甚美麗，主你甚美麗，無人像你愛我認識我，無人像你。主你是我相似，主你是我相似，在每季節尋覓答案，卻尋着你。是我的信救了我，是你恩手救了我，在我迷失中有主你提示我，是我的信救了我，是你恩手救了我，是我的信救了我，是你恩手救了我，在我迷失中有主你提示我，是我的神救了我，是你恩手救了我。此刻終於穿過人海，觸摸到你的衣襟，你卻轉身找我身影，照我進到你的心坎。主你甚美麗，主你甚美麗，無人像你愛我認識我，無人像你。
主你是我相似，主你是我相似，在每季節尋覓答案卻尋着你，主你甚美麗，主你甚美麗，主你甚美麗，你甚美麗，主你甚美麗。以下呢首歌，其實喺幾日前，我原本覺得第二首歌，因為有啲我諗香港嘅災難發生咗，我諗住玩一啲去安慰人心嘅歌，一齊去喺當中唱，但係可能我哋溝通唔會。最終都返去呢首歌，我諗呢首歌可能上帝都有佢意思喺當中。無論我哋經歷緊啲乜嘢，或者我哋心入面仲係好沉重，或者你係無感，我相信上帝俾每個人都有唔同嘅份，去經歷緊你嘅人生，可能係工作，可能係你嘅人際關係、讀書、家庭。希望我哋藉住呢首詩歌，一同有唔同嘅提醒。路是難走，路是難走，但比起你的十架路，我今天算什麼？來犧牲才走過，遇着痛苦，你亦經過世間苦與樂，你的救贖愛海。我得勝和釋放，凝望着十架的冠冕，仰望你度過每天。你體恤我的軟弱，明白我親身處境。無論遇着困苦憂愁，你亦會在我身邊。你興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邀請大家一齊起立，去唱呢首歌。路是難走，但比起你的十架路，我今天算什麼？來犧牲才走過，遇着痛苦，你亦經過世間苦與樂，你的救贖愛海，我得勝和釋放。凝望着十架的冠冕，仰望你度過每天。你體恤我的軟弱，明白我親身處境。無論遇着困苦憂愁，你亦會在我身邊。你興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再一次，路是難走，路是難走，但比起你的十架路，我今天算什麼？犧牲才走過，遇着痛苦，你亦經過世間苦與樂，你的救贖愛海，我得勝和釋放。凝望着十架的冠冕，仰望你度過每天。你體恤我的軟弱，
明白我親身處境。無論遇着困苦憂愁，你亦會在我身邊。你興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凝望着十架的冠冕，仰望你度過每天。你體恤我的軟弱，明白我親身處境。無論遇着困苦憂愁，你亦會在我身邊。你興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你興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我哋一齊禱告。真係主，我哋讚美你。我哋可能人生路或者近排有啲大事發生咗，我哋可能過去有開心唔開心嘅時間。當然路都唔係易走，我哋咧一同去將我哋嘅禱告真係去交上，求你去幫助我哋，讓我哋咧去真係喺我哋呢條路上面，無論我哋有機會去幫助別人，我哋有學習你嘅慈愛，學習你嘅憐憫，讓我哋咧喺呢條路上面，我哋依靠住你去走過，就好似信呢首歌咁樣，我哋去，因為我哋嘅信去救咗我哋，因為你嘅恩典去救咗我哋，我哋要緊緊捉住呢份嘅恩典，我哋咧喺呢個香港，我哋去嘗試去作鹽作光，為你咧去作見證，為你去服侍。知道咧好多苦難喺近排發生咗，求你就親自嘅去憐憫，去幫助我哋，讓我哋有力量去走落去。我哋讚美你，我哋讚美你。以上禱告乃奉主名求，阿門。各位請坐。依家應該咧係兒少主日學嘅時間，請兒少可以過去上堂。好，以下落嚟係今日嘅經課，經課嚟自以賽亞書2章1至5節，同埋馬太福音24章36至39，同埋42去到44節，我哋一同讀出。阿摩斯的兒子以賽亞所見有關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事，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國都要流歸這山。必有許多民族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到雅各神的殿。他必將他的道，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教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他必在萬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民族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矛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雅各家啊，來吧，讓我們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那日那時，沒有人知道，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來臨也要怎樣。在洪水以前的那些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來臨也是這樣。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哪一天來到。你們要知道，一家的主人若知道晚上什麼時候有賊來，就必警醒，不讓賊看屋。所以你們要預備，因為在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要了。接住落嚟係聆聽主道嘅時間。我哋今日有阿新去話我哋正道，正道嘅主題係警醒、預備、move on。早晨，弟兄姊妹，早晨，睇下有冇啲新朋友未見過先。咁樣咧，我哋能夠今日一齊翻到嚟教會，一齊崇拜啦，一齊去即係一個熟悉嘅地方啦，能夠相聚，即係從來咧都唔係理所當然嘅事啦。咁樣，首先咧，我想即係問大家近日有冇足夠嘅休息咧？咁樣係啊。即係因為咧，我即係最近咧，我戴咗手錶瞓覺，咁啊監測我嘅睡眠質素係差嘅咁樣。咁啊呢兩三日咧，我相信咧大家咧從各大媒體咧見到即係大埔火災嘅事件咧，可能都會覺得好無助啦，又或者好心痛啦，好似做唔到啲乜嘢啦。亦都唔需要喺度即係覺得責怪自己啦咁樣。我諗有住即係同理心嘅大家咧，其實呢啲情緒咧都係好正常嘅，係啦。即係不過咧，當你意識到自己嘅情緒去到頂嘅時候咧，即係都去到頂啦咁樣，有大起大落嘅時候啦，都要學識咧去抽身一下，去休息一下，俾自己即係稍稍暫停接收一啲相關嘅資訊啦。可以嘅話咧，我都鼓勵你同朋友咧，或者你身邊嘅弟兄姊妹啦，去傾下偈，分享下你即係裡面嘅諗法啦，或者你嘅感受啦。你可以出去散下步又得。即係又或者重複多次嘅一啲深呼吸嘅動作，即係幫助我哋都即係平靜落嚟啦，俾自己唞下氣。我諗照顧自己咧喺呢一刻裏面咧都係好重要嘅咁樣。即係呢個係中長遠嘅支援嚟嘅。當如果你有繼續有同理心去對呢一班嘅災民嘅情況嘅時候，你要明白呢件事係中長期嘅一個支援嚟嘅。願上帝嘅恩典咧同埋平安常與大家同在。弟兄姊妹咧，我唔知你有冇試過啊？明明係好普通嘅一日，突然之間咧收到你上司你老細 WhatsApp 你，即係而家最興就係 WhatsApp 你啊嘛，即係即時嘅回覆，要你即刻咧交份報告出嚟，即刻交啲文件出嚟咁樣，有冇啊？應該翻工嘅，哇！啱啱岌曬頭咁樣，經常發生啦咁樣。你同隔離嗰個要分享下可能係，或者咧你啱啱即係坐低準備食飯嘅時候，收到突發事故要你幫手嘅，即係即時飛的過嚟咁樣，要過嚟幫手。又或者你屋企休息緊，突然間水管爆裂，雪櫃壞咗，上網系統冧咗，又或者你嘅即係嗰個咩啊煤氣爐突然間有事咁樣。人生咧其實入邊有好多唔同咧嘅事情咧，令到我哋都突如其來，手忙腳亂。其實都可能呢啲唔係一啲咩大事嘅，即係當你有啲時間去處理，或者你安排叫一啲人嚟調動，其實都唔係啲咩大事嚟嘅。不過反而係呢一種突發，呢一種冇心理準備嘅介入咧，係令到我哋唔知點喎。即係我諗大家身在其中啊嘛，即係教會嘅搬遷啦、疫情嘅嚟臨啦。我諗呢啲突發咧係令到你唔知點算啊咁樣。耶穌咧喺馬太福音今日咧嘅經課其實讀咗啦。喺馬太福音咧24至到即係36章36節至到44節啦，其實都係用呢一種好現實生活嘅狀況去話俾我哋知，其實提醒我哋佢即係人子嘅嚟臨咧，都係嗰種好突發啦。
冇人可以計算嘅介入嘅。即係當耶穌翻嚟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唔能夠計劃，會唔會聽日啊，會唔會下個月啊，下年啊咁樣，唔知。因此咧，我哋嘅信仰生活咧，其實都要時常去作出準備，亦都唔能夠話得閒先啦，有時間先去準備啊。呢啲咁嘅狀態模式啊。嗱，如果用手機模式為例咧，即係好習慣噶嘛。我哋翻崇拜就教靜音噶嘛，係嘛？咁你去旅行會點啊？搭飛機嘅時候，飛行模式係嘛？有冇呢個習慣嘅先？都有嘅嗬。知唔知點解㗎？你試下唔開，得唔得㗎？都得，都得。但係架機點樣就唔知啦，咁樣啦，係嘛？即係我諗大家好明㗎嘛。即係搭飛機你要轉飛行模式，開啟之後咧，你嘅手提電話嘅通訊功能咧，即係你嘅信號咧係收唔到啦。會暫時關閉啫，你唔係代表部手機完全用唔到。即係特別而家嘅航班咧係有啲 WiFi 㗎嘛，你課金就得㗎啦，即係你可以用㗎啦咁樣。原因咧係其實即係頭先大家都好醒啊，即係講咗，其實你避免干擾到飛機嘅信號啊嘛，避免嘅。咁當然而家咧藍牙嘅信號咧，你仍然可以使用嘅，即係所以你見仍然有藍牙耳機可以用，以前就唔得嘅都。咁其實都係呢啲即係當然可以令到你更加安全地着陸啦。咁有咩時候你會轉做靜音模式嘅咧？唔計崇拜嘅時間，瞓覺嘅時候就會靜音模式，係啊。咁冇人打到俾你咯。OK， 即係因為唔想干擾，唔想收到啲詐騙電話，都係嘅。我見有啲人岌頭嘅。靜音模式咧開啟之後咧，其實手機係唔會響啦，會震啦。不過會發出可能一啲嘅通知嘅訊息，係啦。未必會有信號，即係個響鬧嘅信號。原因咧可能係你驚避免打擾自己啦，即係你休息期間唔想突然間有人打俾你咁樣，即係突然間瞓醒咁啊。又或者你可能你校靜音模式咧，就係你開會啦、崇拜啦、上堂啦，可能你即係忙緊工作嘅時候咧，你都會開靜音模式咁樣。我諗呢個都係即係一般咧，我哋即係都會有呢一個改動嘅咁樣，即係開喺唔同嘅狀態模式啦。其實同樣道理，即係信仰生活咧，有時我哋都會用唔同嘅模式咧去做啲選項。其實我鼓勵你咧，喺你嘅信仰生命咧，你選擇係一個警醒預備模式。係啊，如果有一揀，你要揀警醒預備模式。原因咧係當我哋有住屬靈嘅視野，去幫助我哋咧有個保持靈性、清醒得嚟，即係清醒啲，時刻咧同上帝結連一齊咧。咁當然啦，你個人咧要係好似你話頭先剛才所講，你部機要開啦，你唔開咧係 connect 唔到上帝噶嘛。你要全天候啟動啦，唔好熄機啦，即係令到佢可以繼續運作啦。其實今日我哋睇呢段經文咧，其實都集中係講兩個要點嘅啫。因為今日家園大會，所以我有時間咧都係控制自己講少啲嘢，都係一個功課嚟嘅。第一點咧係保持警醒，第二點咧係好好預備。我哋先有個祈禱啊！求求你咧幫助我哋更加認識你啦，明白上帝你自己嘅心意，知道你咧掌管萬事，包括人心。即使咧係生活突如其來，都靠上帝你自己安慰，我哋能夠跨步咁樣踏過。求求你咧幫助我哋所聽嘅道都能夠植入喺心中。好叫我哋有住力量同埋智慧，能夠咧彼此去輔助，彼此鼓勵，一同行呢條窄路。聖靈亦都求你作出指教、督責我哋，好叫我哋心存謙卑咁學習咧喺上帝你嘅愛裏面得着安息，將一啲嘅擔憂、焦慮能夠交託喺你嘅手中。求主幫助我哋活喺上帝你嘅平安同喜樂當中。求主幫助引領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喺馬太福音咧，今日講馬太福音啊嘛。馬太福音24至到25章都比較後段啲嘅經文啦。喺呢個背景咧，其實耶穌咧當時喺橄欖山上面啦講道，向門徒咧分享終末嘅一件事情。喺對話之中咧，其實門徒咧都問起一件事嘅，即係問起其中一個問題啦。
其中一個問題係咁講嘅，佢話世界嘅終局咧有啲咩嘅預兆嘅咧？世界嘅終局有啲咩預兆咧？其實主耶穌咧回答有3樣嘢啦。第一，世界末了之前有各方面嘅徵兆，包括假基督、假先知、災難連連。其後咧佢亦都揭示就係第二樣嘢，佢話基督即係或者喺一啲嘅版本上面，佢話人子嘅降臨。第三咧就係警醒預備嘅幾個比喻啦。咁我哋睇嘅段落咧喺24章啊嘛。其實關於咧其實耶穌嘅教導，佢教導啲咩咧？教導我哋要有一種警醒預備嘅態度咧，去迎接來臨中嘅上帝。呢個亦都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第一點，保持警醒。經文就唔讀啦，頭先讀咗啦。第一點，保持警醒。經文咧用3個唔同嘅背景咧去呈現嘅。可以去經文嘅，係啦。第一咧就係主再臨嘅時間咧係一種奧秘嚟嘅，不能猜測。第二咧係挪亞時代嘅比喻啦。第三咧就係兩個人喺田裏面嘅即係唔同嘅分別，佢哋有唔同嘅結果啦。三者咧強調嗰份不可估算啦、突發性啦、不同嘅結局。所以咧，我嘗試咧去用呢3個古仔咧去講第一點，保持警醒。第一咧就係主再臨嘅時間咧係奧秘嚟嘅。耶穌咧明明咁講噶嘛，佢話冇人知道，唯有父知道。呢個我相信大家好熟悉嘅。但歷史上面咧仍然有好多人咧去猜測呢個日子幾時嚟嘅咧？有冇一啲年份可以推算到嘅咧？會唔會可以有精算師計到出嚟嘅咧？甚至話自己咧，下個禮拜就出現啦，跟住咧我哋喺山上面等，或者有啲入場券，即係準備一隻船。你都聽過好多唔同嘅呢啲咁嘅事件，但係咧耶穌話冇人知道，唯有父知道。終末嘅重點咧唔係要知道嘅時間，唔係知道幾時，而係讓我哋能夠保持嗰份迎接上帝嗰份嘅態度。神咧冇俾我哋知道咧個日子。因為咧，佢唔想我哋只係靠一啲資訊大把啦。你隨時而家手機連到上網，大把資訊你睇。不過真定假，你要識得辨別。上帝咧係需要我哋去依靠佢本身。我哋依靠上帝啊嘛，我哋唔係依靠啲資訊，知道幾時上帝翻嚟。所以喺迎接神嘅過程嘅時候，耶穌再翻嚟嘅時候，讓我哋去依靠主耶穌。第二咧係挪亞時代嘅比喻，頭先經文提及過。挪亞時代嘅人咧，同樣都係會點咧？飲食啦。頭先講話有嫁有娶，其實快樂有時，哀悼有時，其實全部咧都係好正常嘅日常生活嚟嘅。問題唔係個生活啊，而係佢哋完全忽略咗上帝嘅提醒。生活可以話係去到一種好麻木，心靈好枯乾。今日嘅世界咧，其實都好一樣。我唔知大家感唔感受得到呢一種生活麻木得嚟，心靈又好枯乾。忙工作可以忙到冇上帝，忙賺錢可以忙到其實人生都冇乜價值。忙娛樂可以忙到自己中咗個人落去，再冇方向。忙家庭可以忙到冇咗家人。其實生活本身咧係冇錯噶嘛，即係喺傳道書都提好多唔同嘅生活嘅形態。生活本身係冇錯，但係當我哋忙到冇咗上帝，係一場危機嚟嘅。當我哋話同聚喺神嘅殿裏面，同聚喺呢個基督嘅群體裏面，當我哋話忙到冇上帝嘅時候，係一場危機嚟。喺呢度咧，耶穌要指出一個情況，佢話最大嘅危險唔係我哋要去犯罪，而係對神嘅事情變得冇感覺，生活好麻木，靈性好枯乾。第三個故事，佢話兩個人喺田裏面嘅一啲唔同嘅結局啦。耶穌講咧，兩個人喺田裏面，一個咧被取走啦，一個咧被撇下。兩個婦人推磨
一個取去，一個撇下。其實推磨嘅意思咧，即係將穀物磨成麵粉嗰個儀器啊，即係佢哋做緊嘢。即係如果你行嗰啲豆品地方咧，即係舊式嗰啲啊，磨芝麻糊啊，磨嗰啲咧，即係嗰種舊式嘅石磨啦。我哋咧要留意一點嘅，耶穌冇話邊個比較叻，冇話邊個比較勤力，重點係佢哋嘅生命狀態唔同。即使咧喺同一個場所、同一份工作、同一個節奏嘅生活裏面，兩個人可以因為心靈狀態唔同而有完全唔同嘅結局。一位新約嘅學者啦 N.T. Wright 咧提醒我哋一件事嘅，佢話耶穌唔係想我哋去估究竟嗰兩個人邊個得救，邊個滅亡，究竟取去嗰個定係被撇下嗰個係得救定係滅亡咧？咁樣佢話唔係要估啊，我哋唔係要估佢哋邊個，而係我哋問自己：我係咪預備好？我哋係咪喺生活裏面預備好喺警醒嘅裏面咧？即係呢個問我哋啊，我哋係咪喺一個警醒預備嘅狀態裏面咧？我哋嘅生命嘅方向係咪願意咧與上帝同行咧？其實係關乎一個委身、一個長期建立信仰生命嘅一個決定而帶嚟嘅結果。如果你嘅信仰生命係植根喺耶穌基督嘅裏面，其實你唔需要擔心當日即係那日係被取去定係被撇下。佢只係喺呢個故事提醒我哋需要長期建立呢一種信仰生命。結果係點？將來嘅事。弟兄姊妹咧，你有冇試過咧？又即係嘗試去諗下。你有冇試過出街咧，發現自己嘅電話咧突然間得返1% 咧？有啊，我好少㗎，即係我比較少嘅咁樣。或者隨身又冇流動充電器，噏晒頭咁樣。所以阿邦我見佢買咗個好大個嘅，2萬，係啊，可以插2次電腦嘅應該。你心裏面會覺得好驚、好擔憂啦，1%喎，一陣間之後冇人揾到我喎，咁樣失蹤咗呢個世界咁樣，係個人熄咗機，其實已經好驚、好擔憂咁樣。唔知大家會唔會有呢種感受？當你見到電話啊、智能手錶啊各樣，因為你冇提前預備，令你可能即時要隨即即係問人借啦，去附近一啲嘅流動充電站去租用啦咁樣。即係而家好多噶嘛，56式嘅即係充電器可以租咁樣。不過小心啲揀唔同嘅公司啦咁樣。其實咧，我哋嘅靈性啦、信仰生命咧都一樣。其實如果我哋喺星期日先翻嚟充電咧，平日就完全消耗晒，可能得翻5%、10%。你嘅靈性電量，當你跌到可能着紅燈啦，弟兄姊妹，我哋即係若然我哋可以經常，其實我哋心知噶嘛。哎呀，早啲充定電啦。又或者好啲，平時有啲充電器傍身啦咁樣。若果我哋經常咧保持即係警醒嘅生命，唔需要等到最後一刻先去補救嘅時候，而係平日我哋都持續地保持足夠嘅電量，其實呢個你都會比較安心啲啊，係嘛？你唔需要嗰種好擔驚受怕，唔知會唔會突然間熄咗機咁樣。其實用咩方式去幫助你保持警醒，用咩方式去幫助你叉電，其實都睇你嘅信仰生活係點樣嘅。好，第二點咧係好好預備。耶穌咧喺呢段經文咧3次重複咗同一個信息嘅。佢話你們要警醒，喺42節。43節佢話家主若知咧晚上什麼時候有賊來，就必警醒。第3就係、所以咧你們也要預備。其實都重複緊同一個信息，務求咧要我哋掌握警醒預備嘅重要。換
換句話咁講咧，警醒係一種好持續地要執行嘅命令嚟嘅，唔係今日執行完啦，聽日就唔使啦。今日警醒完啦，聽日就唔使啦。警醒係一種好持續地要去發生嘅，預備亦都係一種生活嘅習慣嚟嘅。我隨即會諗，你臨瞓之前，你會唔會 check 下道門閂咗未㗎？有啲後生嗰啲就唔會啦，阿媽 check 咗啦。即係成年嘅，我通常都見到大家岌晒頭，你都會 check 下喎。誒，我真係試過擺一條鎖匙喺個門外面，跟住第二日就俾人鬧啦，係咪先？或者真係冚唔埋道門咁樣，其實都真係嘅喎。如果你即係個治安唔好，其實係危險。特別你身在外地嘅時候，你睇好多網上嘅即係酒店點樣可以開到道門啊，即係入嚟偷晒你啲嘢啊，係一種持續地嘅，即係讓我哋去預備嘅生活嘅習慣嚟嘅。可能一啲嘅事情其實都係反映緊，其實我哋有冇呢一種警醒嘅心咧？所以咧，喺度咧想同大家分享3方面，耶穌咧要我哋咧去作門徒實踐嘅一啲預備嘅模式啊嘛。如果頭先我哋話轉去一個警醒預備嘅模式，3方面係咩咧？咁樣即係 A、B、C 啦，我嘗試分。A 咧係心靈嘅預備，基督徒嘅盼望咧唔係只係停留喺今餐食得好唔好，今生過得好唔好，而係我哋心存盼望，知道咧上帝係會翻嚟嘅，公義咧係會臨到，破碎嘅心靈咧係會被修補，眼淚咧係會被擦乾。好中意一個神學家，之前阿峰即係北角堂風傳道啦嚟分享嘅時候，佢提及過巴特咧有個講法嘅，佢話基督徒係面向未來嘅人，基督徒咧係面向緊未來嘅人，意思咧係基督徒嘅眼光咧唔好受住今日嘅困難，你嘅可能無論大小嘅難處，而係被困住，即係好似被一啲嘅困難咧奴役咗你嘅生命，好多嘢都唔好噶啦，好多嘢都唔得噶啦咁樣。基督徒係面向未來嘅人。當我哋話唔好受住今日嘅難處而被困嘅時候咧，可以點啊？佢話而係望住上帝，望住神為你預備好嘅將來，即係上帝已經命定咗你將來係好嘅。但係我哋淨係睇唔好嗰啲嘅時候，我哋只會下沉。即係其實有啲嘢係已經預備好嘅嘢俾你，但係我哋就要學習其實望住好嗰邊咯，因為嗰個係上帝所賜。而當我哋咧係一班期待上帝再翻嚟嘅人，其實做決定嘅時候都應該要有住永恆嘅眼光。我諗你每日都做好多唔同嘅決定。無論大又好，小又好，學生都會做。究竟揀咩科，讀咩，將來讀咩學位，出嚟做嘢，更多唔同嘅決定。做父母都有好多唔同決定。但係我哋呢啲決定係咪建基喺永恆嘅眼光裏面呢？定係哎呀都係唔好啦？我諗下點樣可以醫飽自己個肚先。生活係重要嘅，好似之前所講，但係永恆嘅事係更重要啫嘛。當我哋話做決定係從永恆嘅眼光要去考慮嘅，同時亦都唔好被世俗嘅價值咧去操控。即係可能一啲人即係瘋魔咁樣追求一啲嘢嘅時候，你又走去追隨咁樣。咁當然有啲好嘅，咁你咪追隨咯咁樣。個個掛公仔喺個袋，係咪？唔係對與錯嘅，唔代表你係一定要接受噶嘛。係啊。即係你都唔需要被呢種價值影響，唔係啱與唔啱嘅問題，而係你係咪好容易受住好多環境嘅因素，受住好多唔同嘅價值。哎呀，人係咁，我咪咁咯咁樣。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係唔係咧？
咁當我哋帶住有永恆眼光去做決定，不被世俗價值嘅影響，其實靈性都會自然保持一種清醒。即係你學習點樣去辨別，辨別好緊要喎。當你唔清醒嘅時候，係你唔能夠做一個好嘅決定，唔能夠辨別是與非。B 咧 ，B 嘅預備係咩咧？咁樣生活嘅預備，真正嘅警醒咧，唔係令你過分嘅擔憂同埋緊張，而係咧每日嘅中心。點解咁講咧？每日中心好緊要喎。例如一啲生活嘅小事件，可能你每日去做少少嘅靈修閱讀。可能一啲嘅經文或者屬靈嘅書籍咁樣，或者閱讀一啲好短嘅經節咁樣，而唔係一次過狂讀10章咁樣。即係頭先講嗰種持續地嘅信仰生活啊嘛。又或者去到年尾先追趕 deadline，哎呀，我應承咗今年我要讀即係新約咁樣，要出埃及咁樣。即係唔係去到最尾即係先追趕 deadline 嘅咁樣。又或者喺工作上要忠誠盡責，而唔係俾人受到投訴啦、被發現啦、被捉到啦，先做翻好件事。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經常喺社會見到唔同嘅事件，都係好似被揭發之後咧，先好似要補鑊咁樣。仲有咧就係。其實我哋都要學習對人啊，對人保持溫柔誠實，而唔係偶然一次心地好啦。就係心地好呢件嘢，而家係啲年青人，心地好啊你咁樣，即係揶揄佢啊。其實唔係偶然一次心地好，大發熱心，人做我咪做咯，嗰個可以有流量喎，我咪做咯。係唔係咧？定係要持續地忠心上帝俾你？可能你要關心某啲人，你做好一啲可能善事，我唔知。即係按翻你每個人，我哋生活場景唔一樣。但係我哋要學習保持溫柔，保持誠實。最後咧，我想講就係生活預備上面咧，都係每日忠心去學習愛人。而唔係等一啲場合先去愛，即係咩叫特別嘅場合先去愛咧？咁樣，即係可能身邊你個弟兄姊妹成日見，你嘅朋友好多，但係唔多交流。但係要讓我哋喺呢一種忠心嘅事上去學習去愛人，而唔係去到失去嘅時候先學習去愛。唔係等一啲可能特別場合發生咧，先去愛。如果真係去到特別嘅場合先去愛嘅時候，嗰種叫做即係好遲可惜嘅愛。預備咧唔係一時興起咧就要做預備啦，而係一種持之以恆嘅生活習慣。即係當我哋話生活嘅預備，其實就係每日嘅忠心。其實讓我哋持之以恆。有呢一種咁嘅生活上嘅預備。關於忠心嘅預備咧，我諗起一個情況嗱，當然啦，可能有少少落差嘅，同你現實生活。不過我都會照分享。若果咧你係擔任保安工作嘅你咧，我諗你會更有即係 feel 啊，即係更深刻體會。特別咧係即係夜間保安，因為咧夜間最辛苦嘅係咩啊？捱夜。夜間保安最辛苦嘅唔係黑啊嘛，唔係要巡樓啊嘛，而係唔能夠瞓覺 ，keep 住醒。並且咧喺凌晨時分咧，要即係個人要保持清醒啦。萬一遇上一啲突發事件，都要作出即時嘅反應。保安員咧唔係即係會因着一啲突發事件咧，會覺得好緊張、好焦慮。
當然睇性格啦，唔會因為呢啲突發事件咧而覺得我要保持警醒咁樣，而係因為佢知道自己嘅身份，所以佢要保持警醒。今日你坐得喺度，你一個保安員嘅身份，其實你應該有一個警醒，可能唔知你樓宇有咩情況發生，佢要即時執行任務，而係因為佢背負呢個身份而警醒。好，最後啦，C 群體嘅預備啊！今日咧，我哋同作教會嘅群體啊嘛。無論你而家擔任緊啲咩嘅身份角色都好啦，甚至乎可能你只係啱啱嚟到教會。喺網絡上面咧，我睇到一篇文章，佢提到咧就係我哋願意去栽培門徒、建立生命、傳揚福音、輔助貧困弱小嘅群體咧，就越能夠清醒。唔知大家清唔清醒呢？當你清醒嘅時候咧，你個人係唔會失去自我，亦都唔會步入迷失，因為你知道自己做緊乜。但係教會群體咧，一旦專注喺內在內部啦，又或者喺習慣嗰種周而復始嘅形式，或者淨係諗我翻嚟我嘅需要係啲乜，淨係睇個體，就會落入咗咧係一種昏睡嘅狀態。耶穌咧冇叫我哋建立舒適嘅俱樂部，而係叫我哋同作門徒，秉持天國嘅價值，成為一個警醒嘅群體，為世界帶嚟光。弟兄姊妹咧，其實今日咧係將臨期第一個主日啦。喺好多禮儀嘅教會裏面咧，其實你下個禮拜返北角堂，我哋參與崇拜嘅時候，佢哋都會有個習慣。你見到佢哋都會有個台咁樣。教會咧喺聖誕節之前咧嘅4個主日，逐支咁樣點起，即係4支嘅將臨期蠟燭啦。呢4支蠟燭咧，唔單止係象徵住其實光喺黑暗裏面咧係唔會熄嘅，反而喺黑暗裏面咧因光而退去。每一支蠟燭咧本身有佢嘅屬靈嘅意思嘅。分別代表住盼望、和平、喜樂同埋愛。將臨期4支蠟燭咧，記唔記得第一係咪啊？盼望，第二和平，第3喜樂，第4愛。所以今日咧係會點起盼望之燭。其實都呢一個4支蠟燭咧。其實都帶嚟同一個信息嘅，基督已經嚟過一次㗎啦。喺歷史上，耶穌基督已經嚟咗啦，佢亦都會再嚟第2次。第一次佢降生喺馬槽，以卑微嘅樣式嚟到呢個世界；而第2次佢將會用榮耀嘅樣式嚟震動天地。所以咧，將臨期唔係一個好浪漫啊嘅一個節日，唔係一個。如果你試下依家去商場啊，你睇下好多啲賣嗰啲護膚產品、沖涼，佢哋有個叫做 Ever Canada， 就係其實同樣一個意思嚟嘅，不過商業化咗，好開心嘅。喺聖誕節前倒數有24日，每日搣一個攞份禮物出嚟，但係將臨期佢嘅意義唔係好似拆一啲禮物，亦都唔係一個浪漫嘅節日，而係一次靈性覺醒嘅季節。咁當然啦，都係好好嘅提醒嚟嘅。你當你見到一啲月曆咁樣啦，你當係啦。所以咧，將臨期係一次靈性覺醒嘅季節嚟嘅。接住仲有3個禮拜先進入聖誕節。喺呢個期間裏面咧，再一次提醒我哋，當你話手機我未開，
你唔同嘅模式嘅時候，你記起你要記住，即係醒起你要開住呢個靈性預備模，靈性嘅預備模式啊。最後咧，我用一位神父，盧雲神父嘅講論咧去做結束。盧雲咧曾經喺一次服侍傷患嘅經歷咧，佢咁講，佢話等待並非消極，而係一種主動嘅愛同埋陪伴。等待咧唔係消極，而係一種主動嘅愛同陪伴。意思係其實等待唔係乜都唔做嘅，而係用愛去迎接、去預備嘅一種姿態，可能都係做一啲嘢，係，但係呢種等待嘅時間嘅過程裏面唔係消極嘅。弟兄姊妹，等候主再來嘅日子咧，其實唔係叫我哋帶住好驚啊、好懼怕、好焦慮，因為可能某啲人會覺得等候係一種唔知點算，好似無了期咁樣等咁樣。但係盧雲神父提我哋，等待唔係一種消極嘅態度，等候主再嚟，亦都唔係讓我哋等待帶嚟嗰份嘅驚恐，而係因為我哋要愛上帝，所以我哋先要好好預備自己。呢個等待咧，係你要預備自己咧，係一份愛嘅表達嚟嘅。你愛上帝嘅表達，亦都係愛自己嘅表達嚟嘅。我諗就係好似小朋友期待爸爸媽媽翻屋企嘅時候，新娘等待新郎嘅時候，爺爺嫲嫲可能等待阿孫嚟探佢嘅時候，我諗呢種等待，大家即刻諗都唔係一種消極啊，係嘛？等待係一種我預備好間屋啊，執齊佢，整乾淨，驚啲小朋友會污糟。呢種預備係因為你表達嗰種嘅愛而帶嚟。呢份等待咧，係帶住一份喜樂，帶住你對上帝對嗰個人嘅一份愛嘅表達。將臨期都係咁樣，用愛去等待上帝，用盼望去迎接光。所以今日嘅講題咧，我都用翻經文嘅字眼，叫警醒、預備、模安。接住咧，有段時間咧，好想即係你有攞張卡啦嘛，係嘛？有冇人冇噶？哦，係好早翻嚟服侍嗰啲冇啦，可以出去接待處有得攞嘅咁樣。我唔知你係用咩嘅狀況，或者司事叫我攞，我咪攞咯咁樣。又或者唔係喎，我見到一啲圖畫好能夠代表到你，無論呢一個係你嘅狀態，又或者呢個係你呢段時間嘅心路歷程，甚至可能你嘅渴想，你渴望一個狀態嘅時候，唔知係啊。時間不許可，原本諗住大家可以分享一句，不過一句都唔好分享啦。所以咧，呢張圖咧都成為今日你哋自己，我哋每一個人。阿純又想透過呢一張圖同我講咩説話咧？無論今日係你嘅狀態又好，你渴望將來嘅你又好，又或者你話都唔知啊，人哋幫我攞㗎咁樣，唔緊要。隨心啊！你可以慢慢去感受究竟呢一張圖其實有啲乜嘢嘅信息想同我講咧？你可以翻屋企之後咧，先刮後邊究竟係乜嘢嚟嘅？又或者你已經刮咗啦，唔緊要，係啦，大家係冇問題。所以我哋學習等待係好難嘅，係啊。同埋冇問題，係啊。OK， 咁咧接住落嚟咧，今日咧嘅回應詩咧係我哋一齊靜聽啊。我會播一首歌，喺呢段時間咧，你可以慢慢感受自己嘅
心情啦，感受下你自己嘅情緒啦，同時享受嗰份嘅靜默啦。上帝，你邀請上帝，你同我同在嗰份嘅平安。你可以祈禱靜默，甚至完全係唔做任何嘢，或者你淨係望住張圖都得嘅，係啊，按你嘅狀況。如果你有願意嘅時候，你將你嘅心交俾上帝，體驗佢嘅同在。接住咧會播一首歌。阿力，你幫我撳啊！撳咗下。浪還在每刻翻騰，處處有暗湧，想找一個海港，能靠我。密雲在半空交纏，偶爾暗了點，想找到一抹光，伴隨我走過。當風沙遮蔽遠方，神你是我倚傍，滔天翻湧過海浪，仍是我安息港。當天空不再有光，黑暗總不吞沒我，在你蔭下可安躺。儘管我這刻看不見，還沒看得見，我也願屈膝你面前，請讓你美善。即使看不見，還沒看得見，我也願相信你因光總照遍。浪雲在每刻翻騰，處處有暗湧，想找一個海港，能靠我。密雲在半空交纏，偶爾暗了點點，想找到一抹光，伴隨我走過。當風沙遮蔽遠方，神你是我倚傍，滔天翻湧過海浪，仍是我安息港。當天空不再有光，黑暗總不吞沒我，在你蔭下可安躺。儘管我這刻看不見，還沒看得見，我也願屈膝你面前，請讓你美善。即使看不見，還沒看得見，我也願相信你因光總照遍。像清風始終看不見，當吹過我也知曉，你同在也如此圍繞。儘管我這刻看不見，還沒看得見，我也願屈膝你面前，請讓你美善。即使看不見，還沒看得見，我也願相信
生相信你，因光總照遍。最後我哋一齊祈禱啊！主啊，你一位來臨中嘅上帝，求你賜俾我哋有智慧，喺每日嘅生活裏面去學習，保持警醒，去預備好自己嘅靈性，預備我哋嘅生活，預備我哋群體，去迎接上帝你嘅同在，你嘅來臨。即使喺平凡日子裏面，我哋仍然可以活出忠誠、信靠。主啊，你係一位賜下平安同埋恩典嘅上帝。我哋都為着喺呢個城市，我哋所愛嘅城市嘅禱告，求你親自去安慰每一位遇難傷者嘅屋企人同朋友，無論識嘅唔認識嘅，上帝你所愛嘅都係。我哋祈禱佢哋喺悲痛嘅裏面經驗上帝你嗰份嘅同在，即使喺哭泣嘅裏面、流淚當中、靜默嘅裏面，祈禱空白嘅時候，喺傷痕之處都經歷到上帝你嗰份嘅溫柔撫摸。求你施恩憐憫，為我哋眾人帶嚟安慰。求你亦都賜俾我哋力量，喺苦痛裏面迎見美善。求主幫助帶領，祈禱係奉乃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張卡送俾大家，你有機會嘅話，你又可以藉住呢張卡去同你身邊嘅弟兄姊妹或者你嘅屋企人啦，去分享都 OK 嘅咁樣。好，交翻時間俾崔牧師。讓我哋一齊進入家事報告同埋代禱嘅環節。首先我要歡迎啦，今日咧我哋有新朋友當中啦，阿蘇夏嘅侄仔啊，周志傑 Jackie 喺我哋裏邊歡迎你再有機會我哋就繼續一齊喺度，我哋一齊去崇拜啦。我哋有時會喺北角堂㗎，我唔知會唔會近咗你啊？詳情你都問阿蘇夏都知㗎啦。等我哋有時會喺度崇拜，有時會喺北角堂度實體崇拜嘅嚇。好，我哋進入咧第一嘅部分啦，家事報告嘅第一部分啦。頭先譚傳道都有一個比較詳細嘅解釋，不過我喺度咧就再解釋一次啦。其實今日咧就係將臨期嘅主日，係即係本質係將臨期係將臨期嘅即係前嗰4日嘅第一週啦，就係我哋嘅，其實亦都係咧教會年歷咧1年嘅開首喎。因為教會年歷咧，我哋制定咧係會用耶穌基督嘅生平，我哋制定我哋嘅教會年歷嘅，咁讓大家知道將臨期嘅文嘅名咧個來源咧就即係話嚟到或者駕臨嘅意思咁係由聖誕節數前嘅第4個主日，即係頭嗰前4個主日開始啦，咁樣去做嘅。咁佢主要咧就係為咗啦紀念耶穌基督嘅降生啦，讓我哋喺裏邊去做預備啦。其實咧亦都有一個帶俾我哋意思咧，亦都頭先譚傳道講咗咧，另外一個含義咧，亦都要我哋作預備咧，去預備自己咧，去迎接耶穌基督嘅再嚟啊！大家知唔知道耶穌基督會嚟2次㗎？喺度再講一次，耶穌基督會嚟2次嘅。第一次嚟就係救贖我哋上十字架，咁跟住就離開咗。咁佢喺聖經講到咧，佢會有第2次嘅來臨嘅。嗰個真係一個救贖嘅完美啦。所以我哋話我哋嘅救贖咧就係已然而未到啊嘛，未完全啊嘛。咁即係我哋其實係等待緊耶穌基督嘅第2次嚟嘅情況嘅。而我哋整個嘅教會年歷裏邊嘅核心咧，主要比較去着重咧，有耶穌基督嘅誕生，同埋咧係為我哋嘅贖罪，即係復活節
咁你會見到我哋教會咧，即係主力咧，都會喺呢兩個節期裏邊咧，去同大家弟兄姊妹去分享。我哋要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哋嘅救贖喺裏邊嘅。咁通常咧喺個節期，其實節期係咩意思咧？其實節期係帶領我哋要紀念耶穌基督，將神嘅生命去代入我哋嘅信仰裏邊。咁喺呢由今日開始咧，其實咧有唔同嘅 Apps 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我哋咪有啲靈修嘅一啲嘅Apps 叫咩咧？一啲靈修嘅軟件啦，咁都開始由今日開始咧，會有一啲叫少少嘅靈修24日嘅，咁你可以去揾下嘅。咁我用開㗎啦，叫 Holy Bible 啦，已經開始㗎啦，即係每日都會有一段譬如話我哋要養，即係同神一齊去度過呢個節期喺裏邊經歷神咧，咁你都可以去通過呢啲嘅軟件或者有啲書籍都會帶領我哋咧去同喺個節期裏邊咧去更加去親近耶穌基督。咁喺度咧，我就邀請大家啦，通過呢24日，我哋可以思想一下，神點解要嚟到呢度呢？神嚟到呢度同我有咩關係呢？我哋願唔願意因為呢個關係，讓耶穌基督去介入我哋嘅生活裏邊？我哋渴唔渴望神同我哋一齊去生活嘅呢？如果你渴望，你就要信服嘅喎，即係唔係佢有佢，你有你嘅喎。另外，我哋點樣去預備等候主嘅再嚟呢？即係好希望通過呢個節期啦，咁我哋都每日用少少嘅時間啦，都唔使啦。你每日去默想耶穌基督嘅誕生，耶穌基督嘅再嚟，同我哋有咩意義呢？帶領我哋。好啦，第二項，第一陣呢就係第一陣呢就係我哋嘅家園大會我哋一年一次。今日呢都一樣啦，會要選舉我哋嘅堂委啦，有我哋表達我哋教會嘅內容啦，包括我哋嘅財務啦，或者我哋嘅有一啲總結啦喺裏邊嘅咁呼籲各個嘅我哋所有嘅會友完咗之後呢都留低喎，我哋一齊去參與，一齊去支持喎。而第三項呢，就講噶聖誕節啊嘛，咁我哋咧都好想咧通過啲節期咧，其實咧亦都按照呢個時間你都睇到啦。我哋都好想把握一啲時機啦，去為主咧去傳福音啦。咁我哋今個12月咧，我哋會有2個佈道會嘅。第一個佈道會咧就係聯合嘅佈道會啦。我哋同靈實嘅長者中心啦，我哋有3個長者中心啦，裏邊有3間教會啦，咁加埋另外仲有一間教會嘅。咁我哋一齊咧每年咧都會喺做一個聯合佈道會。今年就會喺12月嘅12號一樣會我哋用翻生命頌，我哋會有一個聯合佈道會。個主題咧就係有你同行，同行有你。咁請為有冇人報咗名可以去㗎？冇嗬？或者抽唔到。其實點解咧？我其實我都會覺得有啲人話我好冇會唔會幫我攞飛咧？咁我都係用一句啦。我係想係通過呢個佈道會咧，係上一啲微信嘅，可以有機會去所以咧我就好少喺呢度攞飛嘅，即係我做範圍咧，我就邀請大家一齊祈禱。一齊祈禱因為個名額有限啊嘛，有咁多間教會啊嘛。咁你唔好睇小佢喎，我哋秀珍都係因為呢啲佈道會嚟，即係信咗主翻到嚟我哋教會裏邊嘅喎咁讓到我哋咧，即係讓未認識主嘅人咧，去更加喺裏邊咧經歷耶穌讓到我哋用禱告去承托，好冇？不過第二個咧就係我哋自己親自去搞㗎啦，就係奇恩團契啦。喺12月20號咧，就我哋會搞咗個叫聖誕聯歡樂融融咁我哋咧就會裏邊咧就會有報道啦，通過咩咧？有詩歌啦，有遊戲啦，有信息啦，有魔術啦咁樣去做嘅。咁都邀請大家。咁我哋咧今次咧我哋係會邀請嘅，我哋會聯合埋靈實嘅家居隊家居隊會有人過嚟啦，佢哋有一啲咧，即係都行動唔係咁方便嘅，唔係經常可以去到教會嘅，都可以嚟到一齊去聽報道啦。咁咧，另外有一啲係我哋探訪嘅弟兄姊妹啦，同埋我哋有個奇樂天地
奇樂天地咧嘅靈實嘅成員咧，佢哋信就未算係好信嘅。我哋都好希望咧，通過呢個平台咧去傳福音邀請大家，如果我哋邀請你過嚟幫手嘅，我哋就一齊回應啦。如果因為都係名額有限，我哋呢度擺得幾多張咧，都係50幾個人啫嘛，係咪？咁邀請大家去為呢件事祈禱，讓我哋都能夠把握時機，好嗎？邀請大家為呢兩個我哋即係求神去帶領我哋。好啊，讓我哋進入咧代禱事項裏邊。幾時第一樣咧都為到我哋嘅生命祈禱啊！我哋繼續用神嘅話語啦，我哋要同神建立關係啦，讓我哋咧要咧去追求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嘅生命啊，我哋嘅言語行為啊，要同我哋所蒙嘅恩去相稱啊！我哋得到神嘅恩典，我哋有冇回應咧？我呢個回應唔係等價交換我哋呢個回應係愛嘅回應因為經歷過神嘅愛。而係我哋用愛去回應翻神嘅角度，即係讓到我哋學習呢個啦，讓到我哋咧同時讓我哋咧都可以成為禱告殿啦。好似我哋第一陣都會邀請大家一齊禱告。有啲事我哋可能真係唔知點樣，亦都唔知點樣安慰但係我哋可以通過禱告求神去親自動工，讓到我哋曉得有智慧去點樣做讓我哋去讓我哋其實神設立教會其中一個主要嘅功能都係讓我哋成為禱告嘅殿，去成為一個造就人嘅一個群體喺當中。好啦，第二樣咧就繼續為我哋等人完咗之後嘅家園大會啦，讓我哋咧都係同心嘅喺裏邊咧可以有一個溝通讓我哋大家去更加去了解教會讓我哋都知道我哋教會嘅一員，我哋一齊去建立教會第三樣呢個真係今日咧我特別改嘅，因為睇到啦，大家知道大埔嘅火災啦，宏福苑嘅火災，我相信咧，我睇咗之後，我其實我開頭自己都有啲唔相信，即係都冇諗過香港嘅大廈可以燒通頂，即係所以咧，我哋有時會覺得咧，人生真係好無常，係嘛？喺裏邊咧，真係有好多嘢咧，原來有好多嘅災難咧，我哋真係諗都諗唔到。喺度咧都要同大家去表達啦。其實咧，我哋有個姊妹阿翠蓮，大家知唔知啊？翠蓮嘅叔仔係住喺裏邊嘅。咁咧，去到而家為止咧都聯絡唔到。咁我一路都有關心啦，有聯絡佢啦。咁咧，原來翠蓮嘅叔仔咧，佢啲家人咧都唔喺香港，最親係翠蓮噶啦。咁翠蓮都有去過現場嗰度去問去即係走走趯趯你可想而知嘅心情係點？即係我哋體會到，我哋隔開，我哋都叫隔一皮，係咪？佢哋親自喺裏邊，你可想而知係幾？即係由嗰個等待，即係都希望一路越嚟越渺茫，越嚟越渺茫嗰個等待，其實係難捱嘅，真係難捱。咁佢我哋一路都有同佢聯絡。咁佢其實今日紀念佢個整個家庭啦。佢個叔仔個仔仔咧喺加拿大。即係唔喺香港，咁佢哋有唔同嘅親人，今日咧由英國同埋喺外國會翻嚟㗎啦。咁翠蓮都好堅強，佢話佢都瞓唔到㗎。咁佢話不過佢祈禱咯，佢仍然宣告佢相信神咯。讓到都成為我哋個學習嘅。呢啲真係大嘅困難嚟，但喺咁嘅困難裏邊，我哋點樣去過呢？咁願意我哋都為佢祈禱啦，亦為災民啦。其實忽然間嘅失去真係難過嘅，即係一啲你完全冇意識啊嘛，你唔同你病緊，你有心理準備啊嘛。即係我哋都係人，我哋會明白，我哋會有呢種心情。但我哋能夠做啲乜嘢呢？我覺得真係負上我哋代禱嘅一份，負上我哋能夠有嘅一份。喺裏邊亦見到呢，其實香港真係好有愛啊！即係我有時我哋有唔同嘅需要，你知唔知我哋啲資源咧係多到你唔好送嚟啦。佢講到你哋唔好送嚟啦，係嘛？即係你見到我哋香港人我覺得自豪㗎。即係我哋會覺得我哋好有一種關懷。咁你會亦見到咧，教會群體咧，其實咧即刻去工作㗎啦。好多鐵路完善嘅教會咧都組織，其實即刻第二日咧就已經睇下有咩可以做可以到場啦。甚至就通過裏邊嘅教會啦，睇下會有啲乜嘢可以即係可以合適咁去做啦。你知唔知有時做過龍係變成佢哋嘅即係困擾都未定㗎嘛？所以我覺得求智慧呢樣嘢都係好重要，有智慧咁做咁
都讓我哋咧都首先去紀念啦。我諗大家心情都唔好嘅，係嘛？大家都即係亦都有時即係亦都有個反省，就話我哋好多嘢唔係理所當然，係嘛？真係好多嘢唔係你諗就係咁樣。我所以咧好想今日淨係為一樣嘢祈禱，就係為大埔裏邊所有受影響嘅人祈禱。我哋可以從咩途徑呢？第一就求主喺當中真係作工啦。第二就係求神去安慰醫治裏邊受難、受傷、受影響嘅家庭同埋支援嘅人士啦。亦都求所有嘅幫助嘅部門啦，無論係政府又好，或者係自己嘅即係自我哋叫咩呢？自己去想去幫嘅一啲機構，都神讓我哋有智慧合適咁樣去幫助到佢嚇。咁另外都求我哋咧整體嘅教會群體夠帶領我哋弟兄姊妹一齊真係關懷社會，真係關心與有哀哭嘅人同哭，一齊去即係為主去做呢個愛嘅導管，好嗎？邀請大家起立，我哋特別為今次嘅我可以講係災難，大埔呢個災難，我哋一齊去禱告。慈悲憐愛嘅主，我哋一同心將大埔嘅受災受影響嘅家庭，佢哋嘅醫護人員一恭敬交喺你面前。我哋有時真係唔知點解，但係痛苦就係喺呢個罪嘅世界裏邊就係呈現咗出嚟。主啊，就求你嘅憐憫，求你嘅安慰要臨到，特別將當中真係家人失去嘅受傷嘅家庭加喺裏邊，見到佢哋由等待變失望變絕望呢個咁嘅過程，主要就求你去無論係你自己或者咧引領唔同嘅天使、唔同嘅合適嘅人嚟到佢當中，讓佢哋一齊同行。況且你話俾我哋聽，喺呢個重建嘅過程都唔係一時一刻。我哋願意，我哋呢個愛心係長久，我哋繼續與佢哋同行。主要求你賜下智慧，我哋見到香港真係好有愛啊！有唔同嘅志願機構、唔同嘅人都教會群體等等，都願意去幫助。但係主要就求你去引導讓我哋合適嘅、好有效嘅、適切嘅咁去幫到同埋有一個計劃嚟到佢當中。願意帶領我哋呢個災難，我哋真係未遇過，有好多善後嘅事我哋都未知道，但我哋相信，我哋宣告主，你係帶領我哋嘅主，你係安慰嘅主，你係醫治嘅主，讓到我哋都能夠即係可以通過呢啲事，自己有個警醒，知道生命真係無常，並且通過呢件事，我哋知道愛係好重要。今日或者聽日，我哋能夠互相相愛、互相成就，有耶穌基督喺佢當中，原來真係一件好有福氣好需要嘅事。求你幫助我哋，讓到我哋更加去緊握時機、把握時機可以去幫助別人，亦都把握時機將你嘅福音去傳揚出去。主要求你重建人嘅心靈，求你重建大埔呢個社區，求你重建受傷、受害、受影響嘅家庭同埋醫護人員同埋所有支援嘅人員，我哋嘅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
讓我哋仍然站立，同唱三一頌。讚美天父愛世之恩，讚美耶穌代贖空人，讚美聖靈害我謀生，讚美三位合一真神。阿門。讓我哋仍然站立，領受祝福。但願賜忍耐平安嘅上帝，叫我哋彼此同心，能夠效法主耶穌基督，一心一口榮耀我哋嘅上帝，我哋主耶穌基督嘅父。主啊，越願意讓我哋能夠識別而家嘅時候，能夠把握時機，能夠奉你嘅名，因着你嘅愛，奉差嘅進入各自嘅人群裏邊，去為你作鹽、作光、作見證。願天父嘅慈愛、耶穌基督嘅恩惠、聖靈嘅感動團契，常與我們同在，由今時直到永遠。阿門。請坐。殿樂之後，崇拜結束。崇拜結束，外邊呢仲有啲食物嘅，大家可以享用。另外呢，我哋家園大會15分鐘之後，即係我哋搭11啦，我哋搭11之後呢，我哋就翻到嚟呢度我哋一齊開家園大會。